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来读圣经这个单元，我是代班主持温柔。想到细汉的时阵，爸母为着车用冤家的囡仔，天还未光，因就起床准备一天的工课。厝边的阿伯阿姆，人人嘛拢戴着鸡礼，提着猪头，牵着牛车，准备去田的种作。就安尼一天搁一天，日出日作，日落日歇，为着就是一日三顿。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渐渐生活无搁再是为着三顿，更加是为着要过搁较富裕享受的生活，为着伫这个社会上有成就、有地位、有光荣。好亲像这款的人生，才是幸福美满的人生，是人活着的价值。但是生命敢是只为着肉体肉足，为着这个世界享乐，为名、为利、为尊荣而存在吗？今仔日温柔就要甲咱大家做伙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27节。甲咱大家做伙来思想，咱人类活着的目的、生命存在意义甲价值是什么呢？咱做伙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27节。唔通为迄个得较歹的神秘落力，爱为迄个存到永生的神秘落力，就是人子要赐予恁的，因为人子是被神所印证的。这段经文和温柔对生命有真深的体会甲领悟。细汉的时阵，因为厝内面散食，无论是学习，或者是伫物质上，拢是真缺乏的。所以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就安尼想：当我大汉以后，我要建立一个富裕的家庭，请养有成就的囡仔。迄个时阵的我，以为拥有富裕成就的人生，就是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但是，伫我大汉以后，我进入了婚姻，按照我所认为的人生的路程伫咧进行的时阵，当我看到我的囡仔成长，我的丈夫真本分努力的工作，我斤斤计较的规划着一家经济的时阵，突然间，我感觉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甲目的嘛。请儿养女，建立一个家庭，为着要过富裕的生活，追求有成就的人生。但是，伫这当中的喜乐甲满足，却是遐尼的低贱。所有的呢，只有一天搁一天的劳苦愁烦。所以，伫我心内就安尼想。如果人活着是为着追求享乐的人生来劳苦愁烦，那呢这款的生命意义伫倒位呢？就安尼到了我第2个囡仔出世，迄个遗憾一直存在伫我的心内。有一天我就安尼想：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，那安尼神啊，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是啥物？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咱的心所想的神拢知影，感谢天顶的神，伊互我找到了这个答案。伊带领我来认捌伊，透过圣经甲我讲，伊就是创造天地万物，造咱人类，互咱生命气息的神，是咱人类灵魂的老爸，是咱生命的根源。神创造咱的目的，就是要爱咱来敬拜伊，过着敬虔的人生，敬神爱人，来献出神荣耀的生命。这就是神创造咱人类的目的，生命的意义啊！所以，这则经节耶稣对当时遐来寻找伊，是为着要得到肉体饱足的人安尼讲。真正的粮食不是物质的，
你是会当互人得到永生生命的粮食。这个粮食，神已经赐予世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伊就是世人生命的粮食。人应当爱来看重、寻找这个永生之道、生命的粮，来得到永生的活命，过敬虔的生活。所以，当我认捌主了后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咱人活着的目的。过去我目睭所看、心所想、所追求的，拢是这个世界的好处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咱人生命的全部活着的目的。但是现在我知影，咱人爱来找生命的根源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敬畏神，向神活着，活出神真理的仁义甲性格。这才是神创造咱的目的，生命的意义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将这个世界看作生命的愿望，极力来追求的时，你敢是捌停落来思想，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？你的生命又搁变成怎样呢？或者这个问题，咱有讲不出来感受，但是现在，咱会当做伙来向天顶的神祈祷，将咱的问题提到神的面前，神会带领咱来明白。咱即马就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主爱天父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阮世人的救主，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你讲借着你，阮会当到天父遐去。主，你教导阮爱为迄个永生的神秘努力，就是爱来追求认捌你，因为你就是神所要赐予阮世人永生的人，要领阮进入永生真理的道上。但是主啊，阮世人无认捌你的时，将生命拢投入伫这个世界，一心追求这个世上的好处，以为生命只伫今生。怎知影用尽一生所求的，最后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一心来贪恋，却袂当来得到，就是得到，也袂当有真正的满足甲喜乐，颠倒互阮陷入虚空，陷入网络，背道而行，甲神愈离愈远。主，你讲生命无在乎家道丰富，乃是在乎认捌你、敬畏你、尊敬你的道。求主，你嘛赐阮亲爱空中的朋友，会当做伙来寻找认捌你，会当伫你永生的道上来活出生命的荣耀，来得到真正的福气。伫今生有平安，有满足的喜乐，伫将来有永生的愿望。最后，愿将一切荣耀、颂赞，拢归乎阮伫天顶的爸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要完成了。如果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或者有疑问，会当伫留言的所在甲阮来分享，或者提问，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亲朋好友。嘛欢迎你到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来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后一遍空中再相会。